大雨，台南、高雄、屏东明仔载停班停课，花莲万里溪放山湖黄石境界，万盈、凤林、八川里大胜体力民众。823战役满68天，总统赖清德去金门主持对峙典礼，呼吁朝野支持国防，团结捍卫主权。有旅客要坐捷运，煞伫咧列车门，咧关的时用牌仔刻伫列车门，硬要上车。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台南变大水雨，永康甲林德坐大事引起传出灾情，就连市府1楼的车道都变作水路。也因为大雨落无歇哦，在台南市府宣布明仔载是继续停班停课。车道变河道，受西南风偏强加大气压带影响，台南23继续是落大水雨，造成真侪所在路段淹水，就连市府1楼也拢淹起来。水高挂一条水不起来，敢若喷泉同款。因为道路侧沟，它的没有办法及时排进去箱痕里面。道路侧沟我们一般台南市差不多只有1个小时降雨量，如果超过50到60的时候，那道路就会积水。台湾排水是满到桥面下骹，强要淹满过半岸。这几天大水雨，和三亚溪溪水拢涨起来，造成永康大湾排水无法度加水排入三亚溪，水真满，民众看到到地真无奈。每次大雨，今年已经发生两三次了吧，都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服装店给人穿的长裤拢紧闭起来，大水雨造成永康大林街、台湾也有昆台路这真侪路段淹水，四界拢看到汽车也是脚踏车倒伫咧积水的路段，部分的店头徛街事先已经甲防水闸门拆起来。台湾路一间便当店连续2天淹水，无多做生意。5早应该有啦。哦，早无？嘿，昨钓2届哦哈。你讲家己甲昨钓2届？无，昨钓2届啊，今仔日就起来啊，今仔佫钓。安尼你便当店有法度做生意吗？无法度。监视画面看到国道1号连德路段附近边面的路全部拢是淹水，全国100巷连德交流道入口10道已经关闭封起来。附近的民众看到水淹入厝内底，无所在通徛，规气搬椅啊到门口歇凉等水退。外面比较凉。那里面呢？里面也都淹起来了啊。透早应该淹起来啊。透早淹下对啊。淹落关。有到家。到家。中山路风水线拢摇起来，有处好装防水闸门，淹过水以外淹入去厝内底，民众只好赶紧用粪斗加水开出去。敢若望大雨会使赶紧停，莫阁落啊，互损失会用较少一点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男子主管桥头这测站，今日雨也是落超过300毫米。水保署是对高雄74条溪发布土石流警戒，市府是已经撤离2203人。也因为天气也是无稳定，高雄市府甲屏东县府宣布，明仔载继续停班停课。民众穿雨衫，细里行过大路，路口的水深已经到大人的腿肚。高雄市已经连落3日大雨，包括盐田区、南马溪区、左营区、大寮区等地区，拢出现淹水的灾害。盐埔区下福路也因为大雨变波骨路，警方紧急封闭道路。高雄市区一个轻铁也予倒去路树击着，好在在无人受伤。遭倾倒的树木发生轻微擦撞，列车紧急停车停于非路口处。另外，伫礁城区美山路19巷23早起10点外，有民众发现一台轿车，亲像因为驶过积水区故障，结果水愈淹愈悬，险险的淹死，车内3个人爬就车顶化救，消防队到场将3个人救出来。现场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至路旁，现场无人员受伤。远景现场垃圾封锁线及交通锥，实施双向管制人车通行。所有第1轮、第2轮以及第3轮全部撤离到梅山活动中心。水保署对高雄境内发布74条土石流警戒，加3个大规模防洪警戒。高雄市府针对南马社区、六股区、桃园区、茂林区等以选区为主的11个行政区有封城撤离2203人。屏东县同款一直落大雨，山地门、满洲乡也发布土石流警戒，县府拢总撤离115人。新园、南边、枋寮、东港等乡镇也拢出现淹水灾害。做生意特殊哦。唔捌讲落雨安尼风雨吼，落甲讲无地。为什么啊？头第一摆，连续你也看到几工，咱讲风假雨啊，后法度。
屏东交通部分包括第一线439公里枋寮上北路段，第24线几下的路段拢因为大雨暂时封起来。东港东流线也因为海象不好，临时继续规日停航，25跨动力开放才做公告。记者采访报道。气象署对花莲山区发布大水预报，预告讲未来24点钟雨水量是会落到281.7毫米。万里溪邦山湖伫下晡3点是发布黄色警戒，包括万盈、凤林是拢总2村6里哦，伫咧这个警戒的范围内底，民众是已经大声撤离。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万里溪邦山湖坝体要完整，水是有稳定流出来。监测到下晡2点10分，水位是1000过92.16公尺悬，水量634.22万立方公尺。也为着要应对大水后发布黄色警戒，今嘛万里溪水路范围也是红色警戒，呼吁民众伫咧水尾就要提高警觉，唔通去到危险的所在。目前伫咧太平洋有2粒风台，甲1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根据气象预报是讲第18号风台沙丁尼有机会登陆台湾。按算上紧伫咧拜四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拜四到拜六这风台是上届挖进台湾。另外，气象署嘛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也东半部爱注意这愈暗雨势就愈粗。台东县南蒙桥到立功桥中段，正伫新起的台铁绿桥下面，这饮水已经有半个点啊，遮悬咯。风头雨大，南势地区天气也无稳定，来回本岛航班拢已经取消。现在北部地区也拢落雨，受到山地继续落大雨，也阁有其心理影响，菜价拢有起价。好像都有一点贵。会不会今天多准备一点？有会，大概准备哪一些东西？随便绿色青菜、豆子啊，什么都可以放。买一些比较能放的菜，像这种，它可以放比较久。像菜叶的话，它就不能放太久。气象署讲，一直到拜日透早，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影响，全台天气无稳定，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加东半部地区，爱严防大雨，也是局部大水雨。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东半边的这个强的一个偏南风、东南风的一个区域，会开始往台湾的东半边去做靠近，在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跟今天白天相比，也是会有显著增强的状况。全太平洋海面上有3个热带系统，包含第18号风台沙丁尼。第19号风台紫潭，也有热带性低气压 TD23，专家估计未来 TD23 环流有机会变成第18号风台山顶尼，提供更加侪水汽。因为风台伫拜三到拜四通过琉球海面了后，有机会接近甚至登陆台湾。欧洲跟欧洲 AI 模式，甚至于美国模式都认为中心有机会登陆那非常有可能是今年第一个登陆的台风。专家讲，要继续注意沙丁尼风台上升的路线，除了主导风台路线的北方高压，西北太平洋顶面大范围的低压带也和风台路线会搁较未确定。风台可能伫拜四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民众使先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823正月满68冬，总统赖清德伫上任以后第2届去到金门主持对书典礼，呼吁朝野爱支持国防，团结来捍卫国家的主权。也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日嘛是去到金门出席相关的活动，也伊是叫赖总统爱接受9二共识，确保两岸和平。单位讲，各路大雨，总统赖清德穿雨衫来到金门太武山的公墓，伫823正月68周年即天主持对书祭吊典礼，向阵亡将士来献花致意。伊慰问到现场参加的参战官兵甲遗族家属，赖总统谈话中特别指出，823正月为大海带来68年的和平。因过即阵中共威胁更加进一步扩大到第一岛链甲印太地区，呼吁朝野拢应该支持加强国防力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我还是要提醒国人同胞，天下虽平，万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不能够有所松懈。牺牲主权、委曲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823战役的胜利，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823
823战役68周年，总赖清德再度来到金门主持追思祭悼典礼。而其实同一天呢，国民党主席曾丽文也在金门参加相关活动，同样来到太武山公墓。不过呢，两人时间错开，并没有碰头，上演同场不同台。就任党主席了后，头一摆到金门纪念823，第二本是先到建史馆来参访。也有致辞时，每一句拢呼吁赖总统应该坚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要伫宪法精神上来承认九二共识，确保两岸和平。今天如果要缔造和平，赖总统很简单，您只要愿意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上承认9·2共识，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面对823这么多的亡魂，你做一天真正的中华民国总统吧，想想中华民国宪法。头一天出现伫金门，第二本甲赖总统伫两岸立场上互相批斗，凸显国民党甲民进党无共调的两方的看法甲讲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新闻讲有旅客伫咧列车门咧赶的时用牌仔卡伫咧列车门硬要上车，这有够危险。台北新闻表示讲啊，按照大众捷运法的规定，妨碍列车门或是月台门关起来，这啊上当是当罚7500。车厢内的乘客将护林人强行塞伫车厢内牌仔往外口塞，车门才顺利关起来。看到的人看这个护林人伫列车车门甲柜台门已经关到一半，是想要强行上车。他就是想上车，但是因为挤不进去啊，门已经关到一半了。他想用包包让门打开，他走进去。等到事发现场，拄着假日坐车旅客多，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这个事件发生伫拜六下昼3点外，松山新店线中山站，这个旅客伫车门关的时，也要强行上车。以大众捷运法规定，妨碍车门也是月台门关起来，会当出新台票1500至7500的罚款。台北捷运提醒：月台警示音响起后，请勿强行上下车，以免发生危险或影响设备。8节指出，系统安全系数设定用最高标准，万一车门卡着物件，佮初步排除无效，而且会当先清车，佮安排维修人员检修处理。除了调工阻挡车门关起来，恐惊面临开发之外，过去也有未少卡门事件，是因为旅客随身物品落去。我3年坐运列车车门异常案件，检修了后有7成拢是物件卡门，有去年下底牌仔堆啊、耳机、管啊挂、雨伞头也是免洗滴等等。常常就拿下来，就不要拿在背着这样，背在背后的话会很容易没注意到嘛。我是前面可能手还会这样扶一下，这样就是然后不要一直晃动。今年7月中，台北捷运连续2日发生物件卡门的状况，造成列车门无法度正常关起来。其中一个甚至这个档当场返回检修，除了继续宣导旅客注意随身物品，8节电每年道理营运的新车，也用无高座固定设计，减少物件卡碳门旁影响运作纪律，互开关门更较顺利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亚台南安南一搭空地啊，去防非法囤废弃物桩爆炸，是造成15人受伤。也这个火是烧去4边11户这徛家厝是拢无法度大。今日国军有去协助受灾户整理家园，也市府表示讲啊，除了安置受灾户，嘛会甲因协助来拍官司讨赔偿。爆炸事故隔天，现场以外有翕烧的白烟一直冲出来。台南安南区海淀路二段一个空地啊，2日头早发生严重爆炸的火烧厝，不但造成15人受伤，我军的11户徛家也有炭烧到无法度大。23住户伫阿兵哥斗3工之下来整理徛家内外。那我们预计希望能够在今天，重要的这些污损的部分清理，希望能够在今天能够完成哈。路的条件满满拢是烧歹去的家具这物件。阿兵哥用本机第一个乌乌的油泡啊，因为爆炸当时威力真强，真侪受灾户厝内底物件拢碎了，唔知要安怎办。整个东西都是碎了，所以说真的人还好，赶快跑出去。我都唔知影，是迄个发生迄暝，来我当作是建商的物件，联络建商来，建商的是甲讲唔是的物件。调查人员伫现场调查，检警也继续调查案情。根据了解，这空地啊原来是区公所经由里长向地主变钱招来，所以民众的停车场使用。
后来，死亡10甫人就敢若拢无讲，就囥遮美女的废弃物抑个油桶。抑过死亡10甫人进前，因为另外开涉诈欺案，直检署发布通缉进前就走出国啊。呀，里长甲地处对死亡10甫人囥遮物件讲拢唔知。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直接里长跟我们谈，我们已经借了他10几年了，最近3年他就是到期了，他又来跟我们借啊。这一类的工厂里面有多少原料，里面也是有危险性的，包括有毒性，或是有可燃性，或是有爆炸性，这些部分我们也都要请这个相关的公安单位去有这个效率的去稽查。市长王伟提到事故现场，慰问受灾户甲阿平哥，台南市府下晡也召开记者会，除了协助受灾户恢复因的徛家，也请法制处调查死亡10甫人加相关10万元的财产，并且委请律师公会为受灾户拍集体官司，代为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加拿大贸易谈判讲无成，对8月2日开始，美国就甲加拿大数10种进口商品加扣50%的关税，也加拿大这边嘛讲要来反制扣美国关税。贸易谈判失败了后，美国对加拿大新一轮50%关税随生效，影响价值200亿美金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包含钢铁、阿鲁米材料、汽车甲卡车零组件、软木材、阿门头，也个零制品、葡萄酒、服装甲曲棍球装备这消费品，大约占加购对美国出口商品的5%。加拿大总理卡尼虽宣示讲要采取1:1的对等反制做法。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Our response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sectors such as steel, dairy,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equipment, pulp and paper, and electronics. 卡尼指控美方伫最后的时阵提出新的条件，包含汽车产业关税安排，也个限制加拿大未来甲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加方认为安尼真无公平，也侵犯国家的主权，所以讲提出这谈判。加拿大过去已经多摆对川普要求来让步，不过换来却是川普表示加更加侪理由，加扣更加侪关税。这摆加拿大方面不爱去配合啊，也得到真侪省省长跨党派支持。We're going to be a united team Canada. We're going to use every single tool we have here in Ontario, and hopefully the rest of the premiers feel the same way. 加拿大有大约75%的货物出口是外靠美国市场，准亲密朋友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近排搁再回头，卡尼正面来对战，主张多元来发展海外市场来应用，得到国内支持。英国未来若贸易战扩大，影响更加侪产业，造成供应链断起，也是投资减少，拢可能造成更加大损失。国视新闻，市会长编译。高中国小后礼拜就要开学，不过社区各种病毒煞伫咧喂人，疾管署就表示讲流感进入流行期，也新冠疫情是已经来到上严重，未来2礼拜啊，这个就医确诊的人会更宽济。虽然是假日，顶所校诊区也满满拢是等看病患者，因为高中以下国际学校后礼拜就要开学，不少家长带破病囡仔来看诊。非常担心啊，对，因为小孩子到时候开学人很多，所以就想说先带他们看医生。病毒性肠胃炎，然后妹妹就是呼吸道感染，咳嗽，咳得很严重。有医师临床观察发现，目前社区存在各种病毒。最近捌受第3岁外的囡仔同时感染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等4种病毒。病情拖甲真久，而且因为感染流感，造成肌肉发炎，囡仔的脚疼几下子拢袂当行路。流感病毒有时候会攻击肌肉，尤其是小腿的那种腓肠肌的肌肉，它会发炎，造成肌肉发炎，它会很疼痛。社区各种病毒侵袭，继续由警部疾管署监测显示，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第32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到9.5万外人次，增加80例重症，死亡也有17例。新冠部分是超过2.6万人次就医，疾管署研判，新冠已经达到这波疫情观点，未来2礼拜会是处理高原期。目前占比最高的是新冠的病毒哈，它是占了25.3%。开学之后会不会增加上来，就要看之前各种疫情的变化。因为开学了后，学生较接互动，呼吸道传播风险会提悬。疾管署提醒学生，若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建议挂喙暗，尽量伫厝休困。另外，做疫苗方面，本季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面来自，调整到9月初9为止。建议年长者等高风险族群赶紧来做，以降低感染新冠了后并发重症还是死亡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
全台湾一天落来会有200吨至300吨的喷水是对学校出的。也明年开始，政府就禁止各用喷来饲猪，也这喷是要安怎处理？管控营养午餐的分量，对源头减少浪费，就是一个方法。等下7点半，台湾技术部咱做伙来了解。 2025年10月，台湾爆发非洲猪瘟案例了后，农业部宣布对2027年开始袂当搁用喷来饲猪。不过，全台湾的校园一天产生200至300吨的油喷，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对源头管控营养午餐的供应量是一个办法。 在午餐的供应上，当然就是我们在量的用餐人数的掌握上要很精准，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订餐人数跟退餐人数上，我们其实都是很相似，每天在跟厨房做勾稽的。收集学生囡仔食剩的饭菜，杜仔师将这油喷离好打，较袂占空间。油喷离打了后，再搁倒入去60粒的油喷桶。 因为伊一礼拜来2道，伊一定要看挂，因为惊一寡无必要的鸟鼠啊吼，还是寡蚊啊有诶无好性，会造成这环境的问题。这油喷除了有清洁对手气以外，敢无更较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对于规模比较大的，比如说中央厨房，可能有一些它可以自己处理的，或许就可以用厨余机。 我们会补助他买厨余机，然后就在校内就把它处理掉。因为去年非洲猪瘟案例，台湾开始检讨油喷上济的问题，尤其是伫咧学校，这款的难题，唔但爱靠学校，也得爱靠家长共同来合作，才会当彻底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 家己埔子第一市场历史已经有100档，也即阵改建了后，3楼是正做地方文化创新基地，规划古纸啦、刺绣啦，才会课程，也有展览，就是要来推广在地的传统工艺。古纸工艺师向大家来分享展览伫内底的作品，这毋是美术馆，是家己阮埔子市第一市场的3楼，这正是启用一个地方创新的空间。 互公有市场为传统买卖的所在，转型成做工艺展览甲教学的地方创新基地。有含子语有关系，地方或一个刺绣文化，算作重要一个文化的一个技术，搁即个天地扫，较人扫除的部分，拢有伫遮办即个活动。咱在即段时间，搁咱公所合作支持咱即个地方，要甲即个所在活化起来。埔子第一市场3楼中央的区域，计共有250平左右。 进行使用的状况无讲介理想，市公所4年前邀请在地工艺师做伙来经营，提供空间，互因有所在，会当配合宗教信仰来推广在地传统工艺。因为我伫面向乡无法度有是无这种场所啦，咱埔子有这个场所，咱乡亲阁会使来展览来合适，我感觉是足好的，足好的。希望给这所在，互大家当时在植物这个部分，来推广地方，让大家可以知道的，有植物像文化这样子。 埔子市公所表示，埔子有诚深的妈祖信仰，透过古纸甲刺绣的工艺，互文创展示甲体验课程，毋但加做传统市场新的话题，嘛替地方文化找到延续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关心明仔载气温。北部地区26度至30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0度，南部地区25度至28度，南部地区26度至30度，华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收看《嘉阳新闻》。就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